孟德恩次方多年來已經成為全國教師在暑假期間重要的專業演習活動，透過社群共好精神，和第一線教師互相交流，共同成長。今年更應用 AI 甲數位科技發展趨勢，將演習主題定為數位清華，希望結合科技應用，持續提升教學品質，甲學生學習成效。孟恩他在這個從事教師研習的工作坊已經進入第12年了。那王老師他是可以說匯聚了相當多對教育有熱忱的老師哦，他們非常專業的投入哦。那在這個研習裡面，我好像知道有55000人哦參加哈，然後也培育了很多的實踐家哈，從事這個教學的分享哈跟這個專業的共備社群的建立哦。那今年他們是用社群共好哦，然後繼續做這個數位的深化哈，然後讓老師能夠利用新的工具哦，不但講 TPEC 啦、AI 啦等等這樣子的一個投入，讓他們在專業教學上面能夠更有一些創新。透過這一次的課程呢，能夠充分的充電，然後把這個教學的這個心得做很多的分享，那回去再借由這樣子的愛心的種子再散播下去。我們非常感謝，也感謝教育部的支持，還有這個市長的支持，還有我們教育局的努力，然後讓這樣子的課程能夠繼續下去。孟恩發起人王正忠老師致辭時，特別向故鄉台南表達感謝之意，並分享家己一路走來親受3位因素的啟發，讓伊了解到什麼是真正影響學生一生的好老師，也希望透過孟恩平台，和更多教師在彼此陪伴中持續精進。這3位老師沒有告訴我一個老師應該怎麼做才是好老師，這3個老師用他們的方式告訴我，這就是好老師。所以事隔很多年，我能夠在2018年再一次跟着孟恩一起回來台南，我覺得很驕傲，也很興奮。一直到今天第9年了，是孟恩在台南的第9年。孟恩有12年的時間，但是呢，台南就占了孟恩的3/4的歲月。這9年來，我們在台南創造好多第一次。今年我們又在台南做了第一個實驗，那就是我們把學前還有高中的2個班級一起在台南開了出來，這也是全台灣孟恩的第一場。為呼應12黨國教政策，今年新增高中國文、英文、數學以及學前教育等班別，進一步落實向學扎根、向上延伸的理念。同時聚焦在社群共好、甲數位清華2大主軸，課程內裡 AI 共備技巧。協助教師善用科技提升備課效率和教學品質，也讓學生得到更加豐富而且多元的學習體驗。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